这是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达瓦桑木。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英国学者讨论如何创造一个更幸福的世界；达赖喇嘛尊者向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红遭救援工作提供资助；美国对中国在西藏、东突厥斯坦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表达关切；4个藏人组织在瑞士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诉；驻俄罗斯代表应邀参访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公司总部；巴热达瓦茨人正式担任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第一则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争取快乐的行动和社区幸福项目的邀请，于本周三7月28号在印北达仁萨拉的寝宫透过网络视讯，与伦敦经济学院理查德·拉雅教授以创造一个更幸福的世界为主题进行了对话。达赖喇嘛尊者在对话活动上发言时指出，要创造一个更快乐的世界的唯一途径，不是一味地强调自身、某个宗教或种族的好处，并呼吁人们不能放弃全球70亿人类是一体性的理念。当被问及如何使人们变得更加善良以及内心变得更加温暖时，尊者指出，人类从出生起就具备了温暖的心和照顾他人的能力，但问题是，人类现有的教育系统是以物质目标为导向的，需要进行改革。另外，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在本周受到严重季风强降雨的影响，遭受到特大洪水的袭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悉相关报道后，随即致函该邦首席部长，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表达慰问和祈祷，并向救济灾民的工作提供捐款。达赖喇嘛尊者在慰问函中写道：“据我所知，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那些受洪灾影响的人们。为了表达我对马哈拉施特拉邦人民的声援，我已要求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为救济和救援的工作提供捐款以及一切必要的援助。”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于本周一7月26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温蒂·谢尔曼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了中国，在天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其他高级官员会晤期间，谢尔曼女士对中国在西藏、东突厥斯坦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表达了关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巴次人欢迎美国副国务卿所表达的关切，并在官方推特上写道：“让我感到鼓舞的是，美国副国务卿温蒂·谢尔曼女士向中国外交部长提出了中国正在西藏侵犯人权行为的关切。我希望中国领导层听从这一呼吁，结束对西藏人民长达60年的压迫和苦难。”另外，当全世界于上周五关注2021年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时，位于瑞士的4个西藏组织向伯尔尼的瑞士国家联络点投诉国际奥委会在授予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时，违反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经合组织的跨国企业准则规定，像国际奥委会这样跨国组织有义务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价值，并对其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活动进行尽职的调查。然而，尽管人们对中国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
但国际奥委会却坚决无视基于人权组织关于开展人权尽职调查的呼吁。当前，世界各国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上述4个藏人组织分别是瑞藏友好协会、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瑞士和列士敦士顿藏人协会以及瑞士西藏妇女协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吉夫·莫克利和众议院吉姆·麦格文也加入了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全球运动中。他们于7月23号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要求在东道国政府不结束其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推迟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其重新安排，强调一个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国家不应该举办奥运会。两位主席也在信中提到了该委员会的前主席、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众议员里斯托夫·史密斯也联名签署了这封信。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及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于上周三7月21日受邀参访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链基科斯的总部，为改进该公司一项新的在线服务项目提供了资讯。链基科斯是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旗下的搜索引擎在俄罗斯国内拥有约60%的市场占有率，同时也是继谷歌、百度、必应和雅虎之后的全球第5大搜索引擎。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前任代表巴热达瓦蔡仁先生于本周一7月26号在印北达仁萨拉正式就任藏人行政中央的官方智库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达瓦蔡仁先生在交接仪式上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谈到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重要性，以及该中心如何加强和扩展由藏人行政中央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方面的集体努力。他指出，虽然藏人行政中央嘎夏是西藏自由运动的领导者，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有责任向嘎夏提供从高质量研究中获得的相关数据和信息，使嘎夏更有成效、更有成果、更有力量地展开各项工作。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